曬到啊！又要搽 UV 啊，搽防曬啦。冇曬到好似假咁，咪白咯係。係啦，好似我咁唔使曬都黑㗎。喂，咁其實咧就係嗰個母雞本身嘅顏色啦，即係其實佢嘅叫做咩啊體色啊，又或者係叫做佢嘅基因咯。真係啲白啲嘅雞又生白啲嘅蛋。之前我細個嘅時候咧，都係食嘅雞蛋咧，都係朱古力色、啡色㗎嘛。但係當我睇 TVB 劇嘅時候咧，有一次佢哋嘅蛋係白色嘅，我就心諗嗰個唔知咩蛋嚟嘅。做咩佢哋食鹹蛋嘅，下下都咁啊？其實都係雞蛋嚟嘅。原來香港嘅雞又比較白啲嘅。冇錯，咁睇翻嗰個雞種啦，佢講晒係啦，總之係白雞啊，白蛋咁啊，比較羽毛啊，睇落話啡色啲嘅咧就深色啲嘅蛋殼啦嚇。但係黑雞唔屙黑蛋嘅，黑雞燉藥材嗰啲但係黑雞嘅毛係黑嘅咩？佢個皮黑啫嘛，佢個肉黑啫嘛。毛唔黑咩？佢成隻都係黑黑嘅喎。係咩？做雞黑㗎，都係黑㗎。因為我食嘅時候佢已經冇毛啦。咁佢嘅皮啊真係黑色嘅喎。同埋嗰啲烏雞生嘅蛋係咩顏色？我真的很好奇，上網找一下好不好？白色的應該是。是你。Alright，所以要重聽我要聽實一樣 ，download MyFM 嘅 app，除咗可以聽到我哋直播節目，都可以重聽好多好正嘅單元啊 ！MyFM 好玩。MyFM 陽光燦爛係由 U 魔矛為你呈現，全新 U 魔矛 Ultra Prepaid 最快速 5G 預付配套，100倍更快，無限速度體驗，只需10 ringgit。MyFM 特工隊 ，Let's go， 出動啦！好快呀，4月轉眼就過了一半，不過不用擔心，特工隊還是會一直陪着你們，不管線上還是線下都不會缺席。這個星期為大家準備的豐富禮物有 Redoxon Triple Action， 含有維生素 C、D 和鋅的保護，只需 #SBG Sahari， 讓你每天保持健康狀態。Snack 股全新面貌登場 ，Snack 的範圍 ，Purix Honey Tangerine Drops，Carousel and Co 嘉年華競技遊戲體驗入門票 ，Yours 白蜜桃茶，清新桃香，清爽解渴。除此之外，還要送你 Michael Jackson 傳記片 Michael 電影邀請券。想要隨時隨地收聽最好玩的節目，就趕快去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下載 MyFM App， 期待與你每次見面。MyFM 好玩。世界很忙，新聞很狂，我陪你邊講邊玩。世界很吵，新聞很多，我用一首歌幫你把故事說。新聞不只是看標題，而歌曲不只是聽旋律。每個星期六下午的1點鐘 ，MyFM 丙雲說什麼哈？一則新聞，一首歌曲，聊出當下情緒，再秀一句丙雲金句，完美星期六，揪你一起。黑夜裡一盞燈，或許只亮一角，但一份善意能改變一個人的未來。在SendHeng，每一次消費都不只是購買，透過SendHeng Social Impact 與 Plus One， 你的 S-Coin 能讓孩子繼續學習，也為流浪動物帶來一餐溫飽，甚至守護正在消失的綠色。日常的選擇也能帶來改變。現在打開 SendHeng App， 讓每一份支持都有力量。SendHeng 想做的不只是讓消費者買得更好，而是讓整個社會過得更好。為什麼我總是比別人慢？為什麼我今天這麼倒霉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哎，有沒有發現，我們每一次說出口的為什麼，總是先問出不開心或抱怨的問題呢？不如把為什麼轉換成為什麼今天的天氣那麼好啊？為什麼今天食物那麼好吃？這樣不是更讚嗎？ MyFM 和我Miko寶軒想要對你說，別總是把負面的想法擺在眼前，其實生活裡處處都有美好的事情。呢個鐘頭就嚟收尾啦，下個鐘我哋有。MyFM 我要爆料一陣，關心好幾多新聞，肯定有關於呢個美伊伊戰爭嘅啲 update 之餘呢，亦都有湯油杯。我哋嘅呢個即係羽球手個 name list 出咗嚟噶啦，仲有我哋亦都會直擊美國去揾曾耀祖。點解？因為佢喺美國參與呢 Coachella 嘅音樂會啊嘛，嗌佢直擊報導一下究竟嗰邊嘅情況係點樣？有娛樂新聞嘅部分，守住喺 MyFM 我要爆料。晴天雨天上班下班上課下課都有 MyFM 好玩在你身邊，一起度過精彩每一天。MyFM 大事件是由 Product 網為你呈現。Product Trust 簡約設計，為你帶來輕鬆又實用的駕駛體驗。立即到鄰近的 Product 展銷廳試駕吧。真血一滴，救人一命。米都文華獅子會將於5月1日星期五早上10點至下午5點鐘，在 Alostar Mall 1樓舉辦愛心捐血活動。只要你是18到60歲，體重45公斤以上，身體健康，都歡迎參與。捐贈者將可獲得100米精美禮品以及購物券。讓我們
起挽起袖子，为生命献上一份力量吧！我是 MyFM 周末 Game Start 的 Jen， 更多活动详情或想分享你的活动，请浏览 mycom.my， 点击 MyFM 大事件。优惠不间断，选购 Proda 认证二手车，可享更多节省优惠。马上浏览 proda.com.my 附条规。Petronas 焦点新闻 ，MyFM 全面追踪。美伊谈不拢协议，岌岌可危。你好，我是余文。美国和伊朗在经历长达2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后，依然无法达成和平协议，谈判以失败告终。华府强调，已经提出最佳也是最终的方案，只是德黑兰缺乏谈判诚意。然而，伊朗将谈判破裂的原因归咎于美国提出不可理喻的要求。眼看伊朗不肯让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祭出了手中王牌，下令美国海军立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开始清除伊朗在海峡中布设的水雷，并拦截每艘向伊朗支付过费的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。两国谈判失败，预示着全球局势可能将进入更动荡的阶段。国防部长南欧斯里莫卡利诺丁表示，我国必须认真审视自身韧性和应对能力，尤其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各种冲击。目前国内柴油不断上涨，已经让民众大喊吃不消。校车工会联会预告，业者可能从下个月开始被迫调涨学校巴士车资，以应对不断上升的营运成本。MyFM 体育新闻由 GWM 为你呈现。GWM 为 G9 Hyper PHEV 全场景智能豪华 MPV1000公里续航，真享头等舱体验，满足每一段旅程。快到 GWM 展厅试驾吧。英超争冠形势再生变数，英超第32轮继续开踢，曼城再度创造神迹，3-0完胜切尔西，在各项赛事击退3大强队，取得3连胜，而且3场都是零封。目前城市军在少赛场的情况下，只落后榜首的阿森纳6分，英超争冠悬念被强行续命。双方将在来临的星期天直接对决，这可能是一场决定冠军归属的战。输球后的切尔西吞下联赛3连败，创下28年来首次连续3场零进球的尴尬纪录。主帅罗森尼奥将失利原因归结为防守失误和曼城的高效终结能力。他承认现在切尔西已经失去了争四主动权。刚经历换帅风波的热刺还是无法迎来胜利的曙光，客场0-1不敌升班马球队桑德兰，继续深陷降级区。阿斯顿维拉意外翻车，全程进攻乏力，仅凭借诺丁汉森林送上的乌龙大礼，1-1艰难战平。不过本场过后依然以55分守住第4名。另一边的水晶宫则展现主场韧性，2-1逆转战胜纽卡索，豪取各项赛事3连胜。感謝收聽，我是余文。我要爆料。 Good morning， 早晨，我係顏美欣。早晨，我係林德榮。早晨，我係卡卡。係啦，週末嘅時候睇到呢一條片就嚇親我㗎。咁講咧就係一間商場裏邊嘅叫做茶餐廳連鎖店啦，好著名㗎啦吓 OK， 咁嗰條片好明顯係 CCTV 嘅角度嚟㗎。咁就講到拍到一個人佢趕住電話，一個男炸家呢條趕住電話，咁啊喺個餐廳度徘徊咁樣啦。咁講真，趕住電話喺餐廳裏邊行又冇乜點嘅，只不過佢一轉身咧，就竟然喺其中一個女顧客嘅呢個座椅背部嗰度咧，就抽走咗 ，OK， 或者叫偷走咗佢嘅 bag， 跟住就往外衝出去。係啦，嗱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坐餐廳食嘢啦嚇，我哋嘅 bag 咧都會掛喺凳後邊㗎啦。又或者係女仔，係啊，女仔會放喺後面多。係有時背囊嗰啲咧，我哋中意掛住嘅。但係因為背囊呢都有個冚住啦，咁呢邊女士嘅 bag 係開住嘅，所以咧佢就睇到呢裏邊有個銀包喎。咁呢個人咧，佢唔係偷啊，佢明搶啊！搶啊！即刻走啦！一搶完之後衝出門口，但係商場裏邊，你要走到去一個可以離開商場嘅位置，都相當之遠下嘅喎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佢就當時咧就俾人咧係活擒咗啦。啱啦，即係侍應啊，附近啲人咧都幫手咧，就撳住佢，捉到佢啦，可以咁講啦嚇。手腳亦都唔夠快啦，如果你咁講，同埋佢都真係好大膽。我哋話真係商場裏邊咁多人，好多阻礙啦。如果你真係要逃跑嘅話，係咪先？最加埋嗰度好多 CCTV 嘅喎。唔係咯，或者大家會覺得好，點解到咗商場都會咁危險咧？因為一般可能呢啲事都會發生喺可能街道啊、茶室啊、媽媽檔啊、路邊啊，大部
咗嘅，但係都唔排除仲有啲咁嘅事情發生，所以都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一句講晒，大家都需要警惕，食高啲啦。譬如一啲金色啊、金鏈啊，因為呢啲咧就唔中意俾人一拉就走噶嘛。咁啊，再加埋你行街嘅時候自己嘅呢個手袋啊，因為呢啲匪咧到今時今日都仲未有㗎。大家之前都睇到一名網紅啦，喺呢個油站嘅時候咧就咁樣俾人扯到咗。好彩佢只係受輕傷啦，有一個唔好彩咧，即係整到你咧骨折啊！尤其是你行喺街上，有啲女仔啦就好話顧住聽電話，好多時候佢一扯你就係啦。你冇留意租州有冇咁多啊？其實都已經喺你嘅租州喺度當即係撳住你㗎。下車要摸腳一下的。冇諗到，即係點解我哋 share 呢個新聞先講翻嚇？就唔係話講你個別人有咩問題，又唔係話講商場有咩問題，即係話賊咧係真係無處不在嘅，就好似我哋成日講鬼咧都係無處不在嘅。所以林生你個 bag 而家都要小心，而家就襟擺喺知㗎嘛。所以可能有一排咧，大家你會見到女仔你會比較謹慎啲，個包包會放喺大髀前。OK， 至少你嘅人係夾住佢㗎咯，或者係之前我孭背囊咧，我孭前，因為後邊好容易俾人開咗，你唔知咩事。其實係百新馬拉馬夜市啊呢啲咁嘅地方啦。我講真啊，我真係好習慣好似呢個啱前咁樣嘅，係擺喺直頭喺個屎忽背部個位嘅，因為你諗住夾住啊嘛，應該冇事㗎嘛，我哋嘅背靠。